再来看，川普4月初开始要来扣对顶关税，嘛造成美国4大指数隆落，台股今仔一开盘嘛大落，收盘是906点哦，是今年上济。台股嘛破21000点的关卡，台积电是到910块，42块，超过4%。有分析师是认为讲，川普的关税政策有真侪无确定性，那关税政策的细节会当清楚公布，台股就有机会会当反弹。伫8月台股一开盘就受到顶礼拜五美国股市4大指数盘北的影响，第规个拢大盘，开盘即个啦21254点，盘中上低点摆落到20778点，盘824点，创今年盘中的第2盘点。这个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大跌，拖累了今天亚股全面都重挫。因为现在市场也在担心，就是说对等关税公布出来到底是会不会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差，所以卖压是提前涌现。若是台股捌盘到21000点以下，宽达股的台积电盘中也盘到977块，盘35块，盘爆超过3个百分点。电子产业的传导股票盘面也青顺顺，全部拢跳空动盘。鸿海伫咧盘中盘爆是到7.5%，联发科盘中的盘爆是到4.43%。看到这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公布关税政策，有分析师认为，台股的汽车股受到关税影响较细，因为台湾出口到美国的金额无悬。若是台积电会当享受到关税豁免，其他的产业面临到关税税率无到25%，那呢台股就有机会反弹。以今天的这个开盘的这个月的跌点上来看，已经超过2000点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有酝酿这个短线上反弹。好，不是这礼拜就是下礼拜。第31的台股是不是让停止盘爆，或者是面临到2万点的保卫战？市场正注意。有分析师讲，就要注意川普伫咧宣布关税了后，万一有其他国家提出反制措施，影响股市的时间，唔那是会久长，也会连带压缩反弹的空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